大家好，我係陳子謙律師。今日係2026年4月15號星期三。唔知道大家最近有冇發覺一個現象？前幾年我哋打開 Facebook、IG， 總會有一啲移民英國嘅朋友，日日出 post 曬自己屋企個花園幾大，曬英國啲藍天白雲。但係踏入咗2026年，呢種報喜嘅貼文呢，就不時越來越少啦。取而代之嘅呢，就係越來越多人咧喺網上大吐苦水。今日我想同大家探討兩單剛剛發生嘅熱門新聞。呢兩單新聞呢，係冇乜嘢宏大嘅政治議題嘅，但係真真實實咁樣反映咗無數移英港人喺脫下咗政治濾鏡之後呢，所面對嘅殘酷現實。先講第一單，就係一位移英港男咧喺網上發文發泄，佢話自己咧去到英國就做咗基層嘅倉務員。嗱，我成日都話啦，人離鄉賤，本來以為安安分分賺份微薄嘅薪水過日子，係嘛，僅僅夠糊口嗰種，點知道呢？嗰班平時口口聲聲話齊上齊落嘅香港同鄉，話乜嘢咩煲底見咩手足嗰啲呢？竟然將香港中產嗰一套辦公室政治咧帶入英國嘅貨倉裏邊，點樣呢？係互相投訴、篤背脊、勾心鬥角，甚至係搞婚外情添，搞到啲網民咧留言驚嘆：喂，嚟到英國，本來就係諗住遠離香港人啦，點知又見翻香港人，真係要再走遠啲啊！咁樣係啦。第二單呢，就係一位移民英國已經4年嘅香港女 KOL 拍片大勝倫敦嘅物價超貴，治安又勁差，直言話普通女仔真係唔適合係唔適合或者係唔可以呢，係喺倫敦生存咁話。各位網友，當我睇到呢兩單新聞嘅時候呢，我就話一律師，一個土生土長嘅香港人，我心裏邊呢其實係覺得好悲哀嘅。點解一班原本喺香港安居樂業嘅人，去到外國會淪落到咁嘅地步呢？即係講多次啦，人離鄉賤又係做一啲基層嘅工作，俾人歧視，跟住呢，香港人要互相迫害呢喺度，跟住啦就等我哋分析一下呢個貨倉政治嘅荒謬現象先。大家試諗下啦。點解一班做倉務員嘅人連少少利益都要爭個你死我活呢？投訴完講真又冇錢分嘅，點解要互相篤背脊呢？其實呢個正正係反映咗移英港人所面臨嘅階級下流嘅問題同埋危機，同埋隨之而來嘅心理極度扭曲啊！大家都知道啦，呢班攞住 BNO 簽證嘅人去到呢，好多喺香港其實都係中產嚟嘅，喺經濟上係獨立嘅，揾到錢嘅，好多可能係中層管理員管理人員或者係專業人士添，都有律師或者係醫生少啲，律師都有啲㗎，我都識啲。但係去到英國呢，你嘅專業資格呢係不被承認嘅，好似律師牌都有嘅，你考翻個啦，好多牌都唔得㗎啦，但係就好多牌都要重考，變咗呢。原本喺香港坐慣冷氣房點人嘅經理中層呢，去到英國譬如你好似倫敦曼城伯明翰嗰啲呢，就只可以都係着件披，不過就係反光衣喺貨倉度搬貨啦，就淪為嗰啲佢哋最睇唔起嘅人，係嘛？點知自己做翻嗰啲基層，你話係慘唔慘呢？跟住啦。其實佢哋嘅心態係極度咁不平衡，佢哋喺英國揾唔到一個認同感，而面對外國老闆，佢哋就只能係唯唯諾諾扮死狗一樣。你知啦，呢班人見到鬼佬呢，就係嘛，就完全係搖尾乞憐啦，可以咁。但係轉個頭呢，見到香港人嘅同事呢，佢哋就即刻諗，即刻有翻往日嗰種優越感即刻就要比較啦，哇！即刻就衝出嚟啦嗰種優越感，因為佢哋冇料，因為佢哋恐懼，因為佢哋驚。喂，最緊要請人都係唔好請個叻過你嘅自己人啊嘛，係咪咁講啊？佢驚人哋叻過佢，
唯有睇過呢啲咁嘅篤灰啊、篤背脊啊、搞小動作啊，喺最基層嘅圈子裏邊呢，爭做大佬，其實有咩好爭呢？嚟到去掩飾自己失去嘅社會地位啊，嗰種無力感、嗰種荒謬感、嗰種自卑感咁樣。當年啊，口口聲聲話叫做乜嘢齊上齊落啊嗰啲乜嘢啦，我唔講啦。咁就係嘛，去到英國呢，當喺利益當前嘅時候啊，就變成咗哇個個又話唔會抌低你啊，就變咗而家係自己人打自己人。佢就話啦，好多人就話啦，喂，嚟到香港嚟到英國呢，你唔好以為啲香港人大家都係鄉里咧就會互相幫助啊。最諷刺嘅咧就係咧，佢哋會互相篤背脊嘅嚇，互插咁樣。你話講真啦，乜嘢？大家一齊啊，共患難冇可能啦！講真，大難臨頭各自飛就有，或者係點樣呢？大難臨頭啊，我捅你一刀，跟住攞埋你啲嘢食啊，直情係咁。跟住啦，我又講翻，其實一個作為二等公民嘅法律同埋生活保障啦。然後啊，我哋呢又講一講一個倫敦移民咗去倫敦嘅 KOL 啦。佢講出咗好多移英港人唔夠膽講出嚟嘅真相，例如好似高通脹啦、勁重稅啦、治安勁差啦，好多咁嘅夜晚係唔想出街嘅問題。作為一律師呢，我成日同大家講法治同保障，好多年輕人呢係受到西方政客嘅嗰啲好好嘅口號啦、洗腦啦，以為呢去到英國呢就有咩民主啊、自由啊、咩自由空氣啊嗰啲，但現實係點呢？其實啦，就係作為一個 BNO 簽證嘅持有者，即係 BNO 啦，去到當地啊，其實只係嚟成為一個二等公民。嗱，其實唔止二等㗎，係點呢？首先係英國白人，之後呢係英國黑人同埋印度人，之後先到你香港人、亞洲人啊。仲要喎，分分鐘你係新移民呢，新去嘅仲可能係3等、4等嘅喎，所以唔係2等啊嚇。當你啊喺貨倉俾人欺凌，又或者遇到不公平嘅待遇解決嘅時候呢，你以為好似香港一樣可以輕易揾到勞工處或者平機會幫咩？喺英國要揾律師打官司，嗰個 legal fee 啊，隨時係你人工嘅一半啊！好多根本移民去英國嘅香港人呢，遇到不公平嘅事件呢，根本就冇能力、冇財力或者英文都唔得去討回公道，只可以死忍。同埋佢都話啦，人離鄉賤啦，咁有咩得講呢？係咪？再講下治安啦，嗰位 KOL 啊就話倫敦治安係勁差嘅，呢個係千真萬確嘅。倫敦街頭呢，喺光天化日之下呢，都會好多人俾人搶手機啊、入屋爆竊啊，咁啊警察呢，其實可能呢根本就案都唔查嘅，因為實在太多啦，只係呢叫你俾你一個報案編號呢，就 claim 保險噶啦，因為大家都知道啦，其實英國嘅治安呢，同經濟都好差嘅而家。大家回頭睇下我哋香港啦，我哋香港其實呢，喺世界上咧係有一個好高效率嘅警隊，同埋亦都係咧我哋治安絕對咧係喺全世界名列前茅嘅。講真喺香港，就算你夜晚肚餓，踢拖落去便利店度買嘢食啊，買宵夜食咧，根本都唔需要怕俾人打劫嘅，係嘛？絕對係有安全感。我諗咧，其實去到英國咧，呢班移英港人咧，對呢件事話夜晚咁就自己出街咧，係嘛？就真係變成一個奢侈品啦。你辛辛苦苦賺嚟嘅錢，但係又要俾龐大嘅 council tax 同埋入息稅去填補英國嘅財赤，但係換嚟嘅呢，就係連上街係嘛，就係話去街都要提心吊膽嘅生活，咁樣呢啲係咪真正嘅自由呢？咁要大家真係諗下啦，咁樣其實啦，講真，相比起香港，而家喺英國呢，絕對係不及現時嘅香港嘅。好似當嗰班移英港人仲喺英國嗰度咁陰沉嘅天氣生活下去嘅時候呢，喺嗰個倉裏邊咁樣一來爭崩頭嘅時候呢，互相篤背脊都唔知爭乜嘅時候呢，我哋香港呢已經背靠祖國係嘛，有大灣區嘅支持啦。而家我哋香港呢，其實越嚟越進步啦，好多嘢都譬如好似電子支付啦、無人駕駛啦、高鐵咁呢，已經成為一個世界級嘅城市。咁當然啦，仲有好多嘢呢係可以進步嘅，我哋咁但係嚟講呢，我覺得呢，作為香港人呢，我哋嘅幸福感、獲得感同歸屬感呢，就絕對係高過嗰啲移民咗英國嘅 BNO 移英港人多好多好多嘅。講真，咁其實講真啦，我又唔知各位網友呢會唔會係同意我嘅講法啦。
大家又對嗰個移英港人嘅有咩睇法呢？覺得佢哋慘唔慘呢？同埋係咪自作自受呢？如果大家覺得佢哋係自作自受嘅話呢，即係早知當初就何必移英呢？咁講就希望大家可以留言區打自作自受呢4個字，咁我就知道咧大家同我睇法一樣噶啦。如果大家覺得呢條片係講得有道理嘅話呢，希望各位支持我 CLSS comment like subscribe 同 share 訂閱我個頻道同埋廣傳嗰條影片，我會定期出片同大家講社會時事、國際時事、遠性新聞、移英話題、騙徒嘅最新行騙手法同埋大家點樣可以防止被騙。最重要係用正確嘅法律觀點同各位講出乜嘢係啱，乜嘢係錯，等大家唔會誤墮法網。下次見，多謝。